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甘愿得失头前，毋通得失后壁。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讲，万项代志拢爱先讲好明，拼好好，甚至谈歹听话，嘛着爱打进前，较免后摆大家伫遐回袂离，也是有啥物当底骹话。这互我去想到较早做囡仔的代志。迄阵咱也无爱食饭，功课嘛无爱写的时阵，爸母看到即款状况，就会来甲咱参详讲条件。我若有食饭、写功课，因就爱照约束行。真侪代志拢共款，若无拖后爸，讲了伤含糊，安尼买手的交聊就飞袂离咯。若事事项项谈好清楚，较影后壁来咧汪汪嚷。以上。感谢收听。